高雄口飯團因租賃糾紛與雜店事件引發社會關注。近日，房東邵小姐親自出面鞠躬澄清，我不是護房東，而是中日超友好的好國民。她表示，該店租金每月僅19,800元，遠低於青海路行情價的45000，還附裝潢和冷氣，請大家公平，不要被網路謠言誤導。她強調，飯團夫妻開業後生意極好，一天最高可賣出1000夥以上，是雙方互利共贏的結果。他們生意紅，我也帶來商機。對於是否道歉，邵小姐坦承目前尚未親自與對方見面，因擔心人身安全與現場人潮太多，但她不排斥未來有機會當面說清楚，也希望社會大眾給她一個公道。